中華門建於公元917年5代十國嘅時期，後來成為南唐都城嘅正南門。南宋時有加固城牆，稱為南門。至到明朝洪武19年1386年，喺原南門嘅舊址上邊咧，重新建造城門，並改名為聚寶門。1931年，南京國民政府將聚寶門個名改叫中華門。1937年，日軍想攻入南京城，遇到國民政府大力反抗。咁因為中華門嘅設計呢係有4個城門，中間有3個甕城。咁日軍呢喺呢度都死咗7200人，所以日軍大怒呢就運嚟大炮，狂炸中華門，炸咗3日，將所有城門炸開。日軍入城之後呢，就展開南京大屠殺，殺咗30萬人。依家我哋由城外進入第一道城門，就見到城門後邊呢有一條痕嘅，有個呢個係落千斤閘。咁呢，當敵軍撞開第一道城門之後呢，就會衝入去第2道城門之前嗰個甕城。而守軍呢，就會將呢個位呢，就落一個叫千斤閘，將佢閘住，所有敵軍就冇辦法可以走翻出去噶啦。咁守城嘅軍人呢，就會用箭將敵軍射死嘅。當年日軍攻陷南京城嘅之前呢，都喺度死咗7200人。經過咗千斤閘之後呢，開始向第一個甕城出發。第一道城牆咧係特別厚嘅，行出咗第一個城門啦，就嚟到第一個甕城。前面見到係第2個城門，依家進入第2個城門。第2個城門呢，一樣見到呢個千斤閘。依家呢個千斤閘上面守城嘅士兵呢，當敵人入咗去之後呢，就落咗呢個千斤閘，將敵人困住喺中間個甕城。出咗第2道城門，就會見到第2個甕城。依家進入第3個城門。第3個城門呢，一樣見到有個千斤閘。咁依家見到呢度呢，係有條裂縫嘅，上面嘅士兵呢，趁敵軍進入咗城之後呢，就會喺呢個位置成個千斤閘喺上面放落嚟啦。過咗第3個城門，就見到第3個甕城。依家進入第4道城門。第4道城門個頂一樣有個千斤閘。咁入咗第4道城門之後呢，就正式進入南京城。依家上到嚟第1個城門嘅頂。
呢一度係第一個城牆嘅上邊嘅裏邊部分。咁呢度咧可以行去城牆前邊個頂嘅。依家我企喺第一道城牆第一個城門嘅頂部。頭先你見到第一個城門進入咧，嗰條隧道係好長嘅，所以依家呢度都係好大嘅、好長嘅。我依家企喺第一個城牆頂，係特別高嘅。望翻落去，望到第2、3、4個城牆，就好似個木字咁，中間有3個甕城。咁咧就等敵軍咧，如果攻入咗第一道城門之後咧，佢哋就會衝入去第一個甕城。咁咧，第一個城門上面嘅士兵咧就會落個千斤閘，將所有敵軍就困咗第一個甕城裏邊。咁我哋嘅士兵咧喺上邊居高臨下咧，就會向下邊嘅敵軍咧放箭，將佢所有人殺死啦。1937年日軍攻南京城嘅時間咧，就喺度死咗7200人啦。我依家喺城牆頂望落去第一個城門後邊嘅第一個甕城。依家喺城牆頂望落去第2個城門後邊嘅第2個甕城。依家第3個城牆頂，咁啊見到依家玻璃嘅位置呢，其實就係一條坑。頭先我下面底呢，千斤閘喺上邊放落去，閘住啲敵人困咗裏邊嗰個千斤閘嗰條坑。依家喺第4個城門嘅頂部望落去第3個甕城。呢度係第4個城門頂部嗰條坑，上面嘅士兵就係喺呢個位將個千斤閘放落去困住攻城嘅士兵。中華門有天下第一甕城之稱，請君入甕，入咗嚟落閘，上邊放箭，下邊嘅進攻嘅敵軍全部都會死亡。南京明城牆依家係中國裏邊保存得最好嘅城牆之一。咁佢中華門嘅左右兩邊呢，都各有幾公里可以俾你行嘅。呢個位置係中華門第一道城門頂，望出去出邊條護城河，可以幻想下1937年日軍喺度攻城嘅時間，用大炮炸開道城門，炸咗3日。依家沿中華門左邊嘅城牆向東水關行過去，大概都有3點幾公里長啦。慢慢去享受下城門先，慢慢去享受下城牆上嘅風景。依家向東水關出發，慢慢享受城牆上嘅風景。